聖經對於天堂同地獄嘅具體生活描寫的確比較模糊，反而係各種文化、民間傳說同文學作品，比如但丁嘅神曲、中國嘅18層地獄、道家嘅神仙體系，填充咗好多細節，令到唔同信仰嘅人對死後世界有咗豐富但可能互相矛盾嘅想像。聖經點講天堂同地獄？一、天堂主要形容係同神一齊，啟示錄21:3-4，冇痛苦同眼淚，充滿光明同生命樹，啟示錄22:1-2，但冇詳細講日常生活，例如使唔使返工，有冇街行，焦點係與神同在嘅關係。二、地獄形容為黑暗、火湖，馬太福音25:41，永遠嘅刑罰，但同樣冇描寫具體受刑場景，例如係咪真係有油鑊火鉗，重點係與神隔絕，而唔係民間故事嘅閻王審判情節。點解中西死後世界咁唔同？文化混合，中國人嘅地獄觀受佛教18層地獄，道教陰曹地府，民間戲曲影響，變成一套懲罰流程。西方嘅地獄形象好大程度受但丁神曲同希臘神話如冥王哈迪斯影響，但聖經本身反而冇咁多細節，功能唔同。民間故事需要警世，例如做壞事落油鑊，所以描繪得具體恐怖。聖經更強調信仰選擇嘅後果，而非嚇人。點避免穿鑿附會？如果嚴格按聖經，其實唔需要將18羅漢或閻羅王同基督教天堂地獄混為一談。但文化影響好難完全切割，關鍵係分清邊啲係聖經明確記載，如天堂嘅新天新地，邊啲係文學創作、文化附加，如但丁嘅地獄9層。你覺得呢種模糊性令信仰更難理解，定係反而留低更多思考空間？大家思想，你自己有冇咁諗過？如果冇，你有咩可以同我哋分享呢？多謝。